天气有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，其实全台天气都不太稳定。锋面整个移动很快，下半天呢降雨要趋缓了。北部宜兰白天呢是属于云层比较厚，高温20到21度；中部呢18到25度，南部上看28度。至于花东呢，高温也有24到25度。地面图来看，今天整个锋面通过之后呢，明天会是好天气哦。礼拜5天气放晴一天，礼拜6整个大陆冷气团继续南下，水汽一入会变得又湿又冷，一路要冷到下周2，低温可能会只有12度。来看各地详细的今天天气预测。